新界来看到新课纲伫要开始，教育部按算民国111年的新学年要来刷新型的考试，为这届高中1年的学生开始，刷来学测，还有指考的内容、科目、科检拢会改变。大考中心规划明年4月办自然科，还有社会科2科的试办考试。大考中心讲到，想要让学生了解新课纲的新题目，成绩甲分数毋是重点。上课的课堂，学生夜头认真听讲课，大头认真咧写谱仔。新课纲上路了后，教育部预算111学年释出新的考试方式，对这届高中1年开始，未来学测指考的内容、科目当中会对立别，为着要让高一的学生来试水温，大考中心初步规划，明年4月中会针对自然科、社会科来举行试办的考试。都要试试看啊。否则到时候连试都没次去考，应该也会很惨。觉得多多少少一定有吧，毕竟课纲都不一样，也不能听学长姐的建议。为了让同学能够了解我们未来命题的设计，还有试试看试做一下新式答题卷，在明年4月份我们会办一个示范的考试。要来改过去大部分拢是选择题的题型，未来大考的题型会大大来提高，毋是选题的比例，而且会甲选题混合变做是题组，嘛增加长文的素养题，考试卷嘛会改做卷卡合一。另外，考的科目嘛有变化。选科考它的内容来讲，题目来讲，它的难度的深度，我们估计会比较深，比现在的那个指考制度还会再更深。未来学测数学科分做 A、B 2种试卷，考的科目对原本的5科变做6科，指考对111学年度开始改做分科来测验。共同的科目参像是国文、英文，还有数语，拢唔免考，干那考数甲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历史、地理、公民，总共7科，就惊考生对袂着。大考中心明年释出试考的方案，后年嘛有参照安尼规划，到时阵会搁较正式。希望大学嘛会当加入来试办，学生是毋是会当接受，还搁有反应会安怎，搁爱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